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8月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7篇，撒母耳记下卷15章13到31节，马太福音第7章第7到1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光明中，或是说行在光明中。我们过去几天提到押沙龙的事情，我们知道押沙龙他用计谋得到人民的赞同与支持，并且用人民的声量想要来压制大卫王的王位。我们从撒母耳记下卷13章的记载可以看到，押沙龙以计谋让众弟兄来支持他杀掉犯错的兄弟，然后他自己又假装反悔，好像是认罪这样子，但事实上他却是在暗中进行更大的计划计谋。在上个礼拜六的读经分享里面，我们提到了撒母耳记下卷15章第1到第6节，这当中谈到了押沙龙他故意在信受的人民当中制造那种假印象，说大卫王不在乎人民的感觉，并且他又假装去跟大卫王说他要希伯伦去希伯伦的地方来敬拜上帝，但事实上他却是暗底下呢派遣许多的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去散播谣言，说押沙龙已经在希伯伦作王了。这样的情形事实上在现代的各国的政治上面，特别是我们说网络发达的现今更是严重。圣经记载押沙龙的作为，他说到，于是叛逆的事派甚大，因为随从押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圣经形容押沙龙说他是一个叛逆，或许我们用现在的这个军事语言说是叛军，或是叛乱分子、叛党。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今天的圣经记载，大卫他听闻了押沙龙的计划跟他的身世之后，他就决定先离开皇宫去躲避风头，并且他也祷告说，上主啊，求你使亚希多弗的计谋都落空。亚希多弗是这个大卫王原本的部下，可是呢他是墙头草，他见风转舵，他看到押沙龙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他就依靠押沙龙叛变了大卫。虽然如此，我们仍然看到有一部分行在光明中，我们说信实的大卫王的属下以太，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一个外地来的。大卫告诉他说，你就离开了，你不要跟我。可是他对大卫所说的话，他的回应是这样子，他说，陛下，我指着永生上主对你发誓，无论你到什么地方，我都要跟随你，是生是死我都愿意。这句话很像同样是这个外邦的女子拿俄米的媳妇路德所说的话。当拿俄米告诉他的媳妇们说，你们就离开回自己的娘家去了路德怎么说？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够使你我相离，不然的话，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
这是记载在路德记第1章16节到17节。我们看到同样外邦的人，却是这样的信实的跟随，这样觉知。这种活在光明下的人，必要蒙上帝的赐福跟喜悦；而活在黑暗下的，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保罗的话，使用黑暗方式的人，则必要被这个光所驱赶。我们看到大卫王的祈祷，他其实就是全然的倚靠上帝，让上帝自己去处理黑暗的恶势力。基督徒应当活在光明下，效法基督，效法上帝，在生活上表现基督的爱。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基督徒的信中，他这样提到：既然你们是上帝所爱的儿女，你们就必须效法他。你们的生活要处处表现爱心，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作为馨香的供物和祭品献给上帝。基督徒要远离那种生命，就像押沙龙那样的贪婪啊、污秽啊，以及淫乱的事，这些事情上。以弗所教会是一个非常迷信、偶像崇拜非常严重的一个地方，因此他们在教会里面面对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有很多人受到社会的影响。至于那些淫乱、污秽和贪婪的事情，在你们当中连提都不可以提，因为你们是上帝的子民，你们不可以说淫秽、愚妄或是下流的话，都要明白的说感谢上帝的话。保罗非常明白的告诉这些人，他说有一部分的人像第5节所说的无可怀疑的淫乱、污秽或是贪婪，绝对不能成为基督和上帝国的子民。不要让任何人用空白的话欺骗你们，但是要为了这些事情，上帝的愤怒要临到悖逆的人身上。这是保罗进一步劝勉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他又说道：你们原是在黑暗中，可是自从成为了主的信徒，你们就在光明中。你们的生活必须像光明的人，光明结出一切丰盛的果实，就是良善、正义和真理。要明辨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当一切事被公开出来的时候，真相就显露出来。因为凡显明出来的就是光，所以诗中这样说：醒来吧，睡着的人，从死人中起来，基督要光照你们。要不受社会、不受周遭的人影响，的确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要努力的警醒自己，谨言慎行，不要随这个社会或是世俗而行。我们千万不要像亚希多弗一样，成为一个墙头草，到处倒。我们要学习如同以太或是路德一样，非常信实的行在上帝的光明当中，与上帝同行。